有一个踮新北市邦桥的台语共学团，到今已经成立第5年，有几十个台语家庭每个月拢会有聚会，唔但互台语家庭的囡仔有交台语囡仔伴的机会，也互家长互相交流，安怎经营一个台语家庭。我伫遮真欢喜，我伫遐嘛欢喜，我伫任何所在拢嘛真欢喜，欢喜。大人伫台顶带囡仔斗阵唱台语囡仔歌。来线，这还阁有迄个点播。现场也用台语带囡仔甲纸凹做纸炮，这是母语团体举办的共学活动。现场有侪台语家庭的大人囡仔参与，用台语交流，真侪人拢感觉真新鲜。就想讲自细汉就有迄个台语的环境安尼，嘛找一寡囡仔姊、囡仔兄会当做囡仔伴。阮细汉就是拢讲台语啊，阿甲阿公阿妈嘛讲台语嘛，系啊，就顺续。毋过囡仔离开厝的吼，去外口啊，就拢接受拢华语的世界啊。一寡家长有心要经营一个台语家庭，但是定拄着困难，亲像毋知侪华语词的台语通安怎讲，也是安怎面对亲戚朋友对台语家庭的质疑。母语团体希望透过共学团，毋但互台语家庭的囡仔有交台语朋友的机会，家长之间也通互相交流。伊若是想要对囡仔讲台语，毋过囡仔可能较细汉，还是较大汉，还是已经伤大汉啊。伊烦恼讲囡仔会无愿意接受的时阵，会使安怎来做？这个共学团为2020年成立。为一开始只有南山几个台语家庭，到今经过5年，已经有20至30组家庭接来参加台语共学团的聚会。发起人之一阿勇希望透过这个共学团，通互台语家庭的家长有机会分享经营台语家庭的经验，互台语家庭的团体更较活泼发展。记者龚林玉凯新北报道。